我们上次应该是还没上到这个。我先确认一下。好，对，前面我们都上了，那接下来要上这个哈，就是受试者焦点、受词焦点哈。好，那一样哈，我大概先说明一下我们的练习方式哈。那就是每次把我们的那个写作练习的那个模式，每一次都讲这样子。好，一样哦，就是我们会照这个模式。那前面这个字呢，就可以不用写，直接按照它的编号这样子哈去写，然后自己找一个字根。我们这一次先找这个 mission 的字根哈，动词的。好，动词的字根哈，现在我边讲就可以边想边找这样子。好，那我就照这个模式哈，这边有5个这个架构，我就照这个架构来说明。好，等于是咪型的哈，听的意思。所以如果是主动的话，就是咪等于嘛。那但是我们现在前面已经讲过，所以我们现在是讲到这个受词焦点受试者焦点，所以它会使用这个被动。好，第二个呢，构词的话就是用嘛等于就是被听，咪等于就是主动去听，就是我要去听什么东西，咪等于。那主动的话，mi dengar do radio，它会有个 do，对不对？会有个受词。好，那 ma dengar 是被听。好，那我们第二个哈，因为这个每一个那个焦点的模式，在构词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这一次这个受试者焦点的这一次的这个第三个，还有一个还罪哈，还有一个构词就对了。第一个是被听哈 m a d e n g r 那如果说再加一个后缀 m a d e n g r 就是被听的，被听的，它就会变成名词哈。m a d e n g r 就是被听的什么事，或者是被听的什么人这样子哈。好，2个构词哈。第四个就是它的焦点。好，我直接念哈。m a d e n g r 努信息 m a d e n g r 就是被听的嘛。那被谁听呢？奴行是被老师听的。那这个是属格的位标记哈，属格奴行是那等于来奴行是被老师听的什么东西？那这一句呢，这个也是个片语词组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是呢，就是也常常被使用就是因为它没有主词那等于来奴行是，所以它还是个词组。好。那第5个就是我们要造句Dulu Arasiu ko matengilai no shinshi. Dulu Arasiu 是歌Dulu Arasiu 就是3首歌。然后 ko matengilai no shinshi，matengilai no shinshi。好，被老师所听到的3首歌，有3首歌在这个地方 Dulu Arasiu 就是有3首歌好，那如果你会问说，那个独洛阿拉是3首歌，那个有在哪里其实主要是中文翻译的关系因为如果说我中文讲被老师听的3首歌，其实也是可以就是不要有的话，被老师听的3首歌这样。独洛阿拉西古马登伊莱努西西，那这里只是为了要让我们更明白了，所以加一个有字这样子那如果说从字面看，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主语的有是伊拉，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我之前有讲过嘛，就是我们要精准对照了，所以这边大概先说明一下费老师听的3首歌，那或者是说有3首歌这样子。好，那在我们练习之前
我先说一下下面这个，因为它还有一个可以比较的哈。那它也是受视焦点哦。另外两个，第一个我们刚刚是 madenilai 哈，madenilai 被听的。那如果是 midnilan 所听的 midnilan 的信息，被老师所听的，而如果是 midnilan 的信息被老师听的 midnilan 的信息老师所听的，这个是对照而已哈。那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 dadengilan，它也是还罪哈。这个其实是这个 dengil 的这个子音重复子音加母音啊这样子哈。dadengilan 就是一直要被听的，或者是主要听的。其实我们可能会常常翻成那个将要被听的 dadengilan，可能会这样那个。不过我们这边就翻成主要被听的哈。或者是一直要被听的 d a d e n i l e n 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我们要练习的哈。那我是希望我们的学员在练习的时候，就是边去记这样的模式啊。那我认为这样的练习模式会蛮有，比你去背一个句子，或者是去背这个单独去背它哦，不管是背这个 m a d e n i l a 背听的，单独去背它，还要好很多。就是你整个去理解这个句子，然后去练习写一下这样子。五个结构嘛，从字根、构词，那这边有两个构词哈，然后焦点在哪里，然后就造句这样。这样的话，对你来说的练习才会有意义了。好，我要说明一下哈，其实我之前去那个，嗯，我去上课哈，我不讲在哪里。然后像这个地方啊，很多那个就是就是别的老师所提供的那个单字本，其实它有很多的单字哦，它直接把前缀加进去，就变成那个单词就对了。把前缀，甚至于有的是后缀，还有是环缀哈，他把它加进去，但是没有去跟学生讲这个是前缀或者是词缀，没有去讲，所以很多学生就是尤其是初学的，比如说像这个，而且他那个中文翻译就很不精准，像 midnight，他写听，那有时候那个 midnight 他也是讲那个什么。就是他没有把那个前缀的意义讲清楚，所以学生会把它全部背进去，所以他会分辨不出来那个咪吗或者是前缀后缀之类的哦，就会分不清楚。所以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架构去做练习的。其实我们提供的那个例句都很简单哦，主要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样子。好，应该可以明白哈、哦，说了那么多。老师，这个一定要用咪型吗？用啊，吗？不，直接用吗型马型后面不行吗？会有啊。马型应该后哦，面会有，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先是用咪用咪型。型来，先用咪了，因为有咪就一定会有妈嘛，所以不用担心。好，我们请吴发来念你的例句。はい。能能看，嘛能能被看，嘛能能爱被看的，嘛能能爱努娃娃被孩子看的，嘎古嘛能能爱努娃娃被孩子看的有影片。好，谢谢吴发。好，那我们线上的其他的学员，我们来看吴发的例句哦。它的字根是 能就是咪型的这个动词哦，能。那所以咪型的话，我们要主动看，它要变成在句子里面可以被使用的动词的话，就是 minen，就是看的意思哈。所以它是加了前缀之后，字义仍然不变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练习是妈型，对不对？受试者焦点，所以要用被动，对不对？所以 maneneng 就是被看，哦，它不是妈型哦，它是被动词哦，变成被动 maneneng 就是被看。那 manenengai 这个也是构词哈，maneneng 是构词，第一个构词 manenengai 就是后面再加一个后缀，所以它是还缀哈。manenengai 被看的，好，那我们再下一个呢，就是它的焦点 manenengai nuwawa 被孩子看的，啊 nuwawa manenengai nuwawa 那句子呢，一个过 manenengai nuwawa 一个就是影片，或者是我们讲那个戏剧之类的哈，影片或戏剧。一个，那一个是什么呢？那姑后面是讲的是主词嘛，主词就是这个 manenengai nuwawa， 一个姑 manenengai nuwawa， 被孩子看的是影片。啊，如果说这边被孩子看的有影片，好像这样翻也是蛮怪的哦。被孩子看的影片就好了，被孩子看的有影片啊。那个中文翻译哦，有时候我们要稍微对照一下，就是有时候可能不要，我虽然这边有个有哦，那你也不要跟着有，我们就可以去照着你的那个词句去翻中文就好了。所以像无法这边的，其实你讲被孩子看的是影片，或者是被孩子看的影片，这样也可以。那我这边其实我可以改成被老师听的3首歌，这样可能会比较让我们更明白一点哦。好，那我来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剥下剥皮，麻剥下被剥皮，麻剥下被剥皮的，麻剥下在你剥奈被剥奈剥皮的，杜萨麻灭古麻剥下在你剥奈被剥奈剥皮的有2颗橘子。好，谢谢 Alex。好，那我们所有人再看一下那个 Alex 的字根哈。好，那个我好像以前都没有强调，就是当我在念别人的句子的时候哈，如果说你有空的话，也顺便看哦，就是讯息栏这边的。我其实不是要校正哈，我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其他人也去看别人的那个例句，这样子哈，所以你还是要去看哈。就是如果你还在写，就边写边参考这样子。好，那 Alex 的这个字根呢是不萨子，不萨子也是咪型的哈，它是名词，所以你看哦，嗯、可能没有注意到哈，就是说我们是使用咪型的动词，对不起，不再是动词啊，不好意思哦，对对对，那我们是使用动词字根哦，那不再是动词啊，不好意思，哦，没问题。那咪型的话，那构词一呢 m a b u s a s 就被动，被动式。好，那再加一个后缀 i，m a b u s a 在就是被剥皮的，被剥皮的。好，那受试者焦点这个地方词组哦 m a b u s a 在你不耐。不杀在你不耐，杜萨嘛灭古嘛不杀在你不耐，被不耐剥皮的2颗橘子，这样2个橘子，这样好。那这边你也是有2个橘子哈，都可以了。被不耐剥皮的有2颗橘子，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其实理想的话，其实那个中文的那个翻译那个有可能省略吧。
那我这边，因为我是在播放当中哦 PPT 的播放，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删这样。好，那我们来看，我们请祥威来念一个例句。老师，我这样对吗？好像跟大家不太一样哎。对啊，应该有5个嘛，对不对？应该会有5个，没关系，没关系。发炸是咪发炸，是咪发炸独立过洗衣服。好，那祥威，你看哦，就是可能你还不是不明白，我们写出来应该要有5个结构，对不对？那你的字根是发炸，发炸是咪型的，没问题哈。那主动的动词就是咪发炸，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练习这个受试者焦点，所以受试者焦点的话，你要变被动。哦，你说发炸以后就要变马发炸。对，马发炸就被洗嘛。哦，然后再是主动洗，被洗再来一个马发炸爱。爱哦，就是被洗的。哦，好，因为好，我明白了。这样明白了哈。好，来谢谢。好，那我们请秀兰姐念你的例句。好，我也少一个。阿西扫地，米阿西被扫地，马阿西盖被扫了哈。马阿西盖努西度被学生扫了。杜萨阿拉万古马阿西盖努西度，2间教室被学生扫了啊，被学生了。好，少了一个被学生，少一个神。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也少一个好，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个秀兰姐的哈。那为什么要讨论哈？其实因为秀兰姐她本身是会讲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她这边有哪一些可以讨论哈？西是咪型的，没问题，就是少的意思哈。应该讲少啦。西就是少的意思哈，所以西照理来说应该不是扫地的意思哦，应该是少而已哦，没有地哦。西对，所以西是主动的扫。那受试者焦点的话呢，要把这个咪变妈，就是变成被动，所以西就是被扫。马膝盖。我们先从第2个哈，构词2就是西就是被扫。那第3个构词呢，就加后缀嘛，西盖就是被扫的点点点，有没有？西盖就是被扫的点点点。因为后面还有嘛哈，西盖那被谁扫哈？那我们在第4个我们就把那个受试者焦点哈，焦点把它写出来。那个西盖努西度就是被学生扫的，扫的，被学生扫的，扫的，那句子就是杜萨阿拉旺，就是2间教室嘛，杜萨阿拉旺布西盖努西度，就是被学生扫的有2间教室，哦，那这样被学生扫的2间教室，这样也可以。2间教室被学生扫了也可以吧？哈。我在这里讲可以这样，不可以，不可以啊。对我要强硬一点哈，因为就是被学生扫了2间教室啊。其实意思是对的，你的意思是对，但是我为什么说不可以这样翻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回到那个啦，回到我们这个课程的那个初衷，就是那个前面的 PPT 就是还记得吗？就是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就是从构词各种句型的那个结构跟它的翻译法，所以我这边写这个可能不适合这样翻。
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杜萨阿拉旺姑，从那个姑后面马西盖努西杜，就是被学生少的有2间教室，杜萨阿拉旺，或者是被学生少的2间教室，这样子。先讲主词，先讲动词，马西盖，马西盖努，被学生少的2间教室，或者是有2间教室，这样子。好的。其实在我们的就说比较口语化的那个对谈里面我们可能会这样理解了，就是2间教室被学生少了，在意识上其实是没有问题了。那这是直翻了。对，直翻，但是会有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因为我可以用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把这个颠倒。那如果说你的中文意思还是一样的话，会让人家搞混。为什么你讲颠倒那个意思都一样？就是会觉得会不精准。那我们去教人的时候，你就会，我们对学生就讲不出话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稍微有一个规则在，那个规则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容易明白，也更容易去教别人这样子。对，好，那其实你的意思是对的，只是说翻译的方式这样不可能，目前的这个课程里面不适合。大概是这样子哈。好，那我就大概是这样，继续往下哈。刚刚是这个受试者焦点。好，那这个受试焦点有另外的，这个就自己去参考这个也是常常讲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往这个下面工具焦点，我们可以往这边看我们已经讲到单元4了好，也是一样，不过你看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个我们练习的结构，这边是5个结构5点，那在工具焦点这边可能会有6点会多一个，那我们就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好，一样也是 missing 的动词字根missing 的动词字根，然后好，我这边的字根是一样是听等于了。有没有发现，其实我都是用等于了，从一开始这个人物开始都是用等于了，所以其实你也是可以用那个同一个字根做练习好，那个所以无法已经练习出来了好，那我还是要说明一下字根等于了，它是 missing 的。好，那工具焦点里面，它就跟刚刚的不一样受试焦点。受试者焦点的时候是要用被动它一样用主动的。构词的话就是 midnier。好，词组呢 midnier do radio。就是听歌 midnier do radio， 所以它是词组，因为没有主格好，工具焦点它的前缀 mi 变 sabi 还记得吗？如果 mi 变 b 会变成什么？mi b 就是那个动作焦点，对不对？这个 mi 变 b， 那我们现在如果是工具焦点呢，就是 sabi dengar， 它前缀就是 sabi dengar do radio。好 ，sabi dengar do radio 就是听歌的工具用来听歌的工具 sabi dengar do radio。好，那一样。第5个工具焦点 sabi dengar no 信息 do radio， 加了一个老师sabi dengar no 信息 do radio。好，句子的话，其实只是在那个 sabi dengar no 信息 do radio 的前面加了一个主格然后前面呢
有辣椒，有辣椒过特别重要的喏信息。好，老师听歌的工具是收音机。这样好，这个是工具焦点的练习方法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请那个 Ofat 来念你的例句啊。能看，咪能看，咪能读一个看影片，萨比能读一个看影片的工具，萨比能娃娃读一个孩子看影片的工具。Utilifiku sabi nenu wawatu ika， 孩子看影片的工具是电视。好，谢谢 Ofat。好，那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 Ofat 的例句哈，是7:23这里。好，能看嘛哈？因为那个字根都是一样的 ，missing 的，所以在工具焦点里面，我们就使用这个主动句型哦，主动式就 能构词。那看影片，能的一个，好，它也是一个词组哈，能的一个就加了一个受词嘛，能多一个就看影片。好，那如果要变成工具呢？工具就是 me b 就变成一个动作嘛 me b 那动作焦点，那如果是工具呢 sabi 哈，反正你要记得工具就是 sabi sabi 马鞍就是用来干嘛的东西哈，就是工具。sabi 能读一个就是看影片的工具哦，看影片的工具可能就是比如说不管是在人身上的，或者是嗯电脑、手机啊，这个都是工具嘛。我用来看影片的这个工具啊，我的眼镜也是我用来看影片的工具之一嘛。所以这个也可以它指称的范围还蛮广的哈。好，下一个呢，在冰冷冷的娃娃，好，家里个娃娃是冰冷冷的娃娃，都一个孩子看影片的工具啊，在冰冷冷的娃娃都一个。好，句子呢？Utilifiku sabihin ng nawawatu ika。孩子看影片的工具是电视或电脑或手机。哦，这个是播放影片的工具嘛？哈，sabihin ng。那我如果用望远镜呢？sabihin ng，因为我们在户外有时候看，可能会看那个户外电影嘛，人很多太远了。我可以用这个，所以这个望远镜也是，望远镜过是别人能娃娃都演唱会啊，这样也可以啊。所以这个是就是应用的例句了。也就是说哈，就是你看有两种，一个是那个工具在我手上，我在使用这个，那一个是在播放那个影片，或者是电视啊、演唱会啦一个东西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想一下哈，但是这个是处境的问题，就是你要表示的是哪一个这样子。我也可不可以说，我马达古萨宾的能努马古多多 delivery，我马达我没有任何工具，我是用眼睛，其实也是可以哈。我马达古萨宾的能努马古多一个这样也可以哈。我看影片的，这个就变成什么？方式了哈，看这边有没有写工具因果，它也可以是变成一个可能是一个方式哈，它其实跟工具是很像的一个我用来看东西的工具，因为眼睛要讲它是工具好像不太适合，那我们可以说是的东西或者是方式这样子。好，详微的，我们来看一下详微的。
老师改这样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所以你还是只有3个，这个是我还在想。好。那我一样解释一下哈，就是好我让你理解一下，就是你看哦，你是受试者焦点嘛哈，那个其他学员我先来跟那个祥威解释一下哈，就是先稍后一下。你看哈，这是5个练习的这个架构嘛，1、2、3、4、5，看 PPT 哈，1、2、3、4、5。那如果说你的字根是法扎，那法扎是字根，哦，它是字根哦，是洗的意思，所以它是咪型的动词字根没问题，哦，法扎。所以如果我要主动洗的话，叫做咪法扎嘛。那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哈，因为我们现在要练习的是这个受试者焦点和受词焦点这个，所以我要变成被动的。被动的法扎应该是什么？法扎对不对？被洗，被洗。所以那个你这边哈，你的法扎应该你应该写法扎洗，然后法扎被洗。然后这边呢，第二个构词法扎爱就是被洗的，其实没有衣服哦。你的那个字根里面其实没有衣服这个东西哦，只是法扎而已哦。然后受试者焦点呢，就是让它变成一个词组哈，马法扎爱努信息，或者是马法扎爱你伊那，哦，我不要用伊那好了，变你会搞混，我用这个马法扎爱努信息，被老师洗的，哦，马法扎爱就是被洗的，马法扎爱努信息就被老师洗的，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写句子。你也可以用我这个哈，嘟噜阿里过3件衣服哈，嘟噜阿里过，古马发在爱努信息被老师洗的3件衣服，或者是被老师洗的有3件衣服，这样嘟噜阿里过，古马发在爱努信息这样子，好，把拿多信息可以吗？可以理解了吗？好八成了。OK，好，阿赖。那我就往下哈，工具焦点，你练习一下有6个步骤哈。我们还是请这个 Alex 来念一下你的6个步骤。哦，当当煮米当当煮米当当煮嘎啷煮螃蟹，沙比当当煮嘎啷煮螃蟹的工具，沙比当当煮嘎啷你不耐煮螃蟹的工具，不上啊古沙比当当你不耐煮嘎啷不耐煮螃蟹的工具是锅子。好，谢谢 Alex。好，Alex 的这个例句字根是当当，当当是主的意思哈，它是单纯词哦，字根单纯词。所谓的单纯词就是它不是构词，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字，没有前缀后缀，什么都没有哦。那它是咪型的，所以我们如果要主动煮的话，要变成动词，主动的话就是米当当，米当当都嘎浪，就是煮螃蟹的意思哈。所以在这边就写第3个，米当当都嘎浪，煮螃蟹。好，那第4个呢？让它变成工具焦点哈。撒比当当就是用来干嘛？用来煮。撒比当当是用的好，撒比当当煮什么呢？煮螃蟹的工具哈。撒比当当都嘎浪煮螃蟹的工具，撒比当当就是煮什么的工具？好，撒比当当都嘎浪就是煮螃蟹的工具。好，那下一个呢？撒比当当都嘎浪你不耐。好，这个是不耐是人名嘛，所以普通名词用你哈。那还有一个用你就是直系亲属长辈，撒比当当都嘎浪你赢了。
tapi tang-tang ni'ina，看一下哈，tapi tang-tang tukalang ni'ina好像不太顺哈，tapi tang-tang ni'ina tukalang 是不是比较顺一点 ？Alex，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把那个你这个是加在那个杜嘎浪的那个沙皮当当后面呢，嘿，对不对？沙皮当当你杜嘎浪，沙皮当当杜嘎浪你这样好像不太顺，要用这个沙皮当当你杜嘎浪哈，这个会比较顺。好，最后一个句子哦，我上啊就是锅子，所以它是一个工具啊。一个器具，我上啊，过这边当你都高浪你是那个啦，你是应该是笔误，我写错了，我现在对修改一下。笔误而已，没问题。所以你的句子是对的，这边当都我上啊，过这边当你不耐哭，应该是什么？都高浪啊，这边当你不耐都高浪。当你不耐读刚 OK 好，那好，那个吴范跟 Alex， 因为其实你们的程度比较好，我在想说怎么加难度哈，就还没想到怎么加难度。我先问一下那个吴范跟那个 Alex 好了，这个很简单，对不对？对你来说，可以回答我吗？可是我觉得练习这个也是很重要的。OK， 对对对。那如果说像你们两位啊，如果说有一些耽误的话，就稍微理解一下哈，因为像祥威啊，他可能需要更多理解一下这样子。那我还是会，老师你的那个解释，就是额外解释可以都蛮清楚的哦，所以不会觉得耽误啊。OK， 好，那好，那现在换秀兰姐，麻烦秀兰姐。好，我还是用这个单词哦，阿西都是少哦，米阿西杜拉旺扫教室，萨比阿西杜拉旺扫教室的工具就扫把，然后萨比阿西努西多杜拉旺学生扫地的工具，阿西古萨比阿西努西多杜拉旺学生用扫把扫教室。好，好，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阿西是名词，不好意思啊，是动词哈。阿西是动词，而且是咪型的，所以阿西就是主动的扫。所以我们从刚刚好，你看那个动词，从能也好，当也好，还有法炸也好。其实它加的那个咪前缀意义都没有变哦，几乎都是不会变的。好，那第三个米阿西多拉旺就是扫教室哈。那变成工具呢？咪型的话就是萨比啊，萨比阿西多拉旺扫教室的工具啊。那第四个萨比阿西努西度，好，学生哈加在里面，萨比阿西努西度。学生扫的工具是什么呢？还没讲，对不对？学生扫的扫教室的工具，对，工具，扫教室的工具，对。所以你这边应该是扫教室的工具，好，工具，好，那这第六个，阿西，好，这个地方哈。会不会是语言别？我也不晓得。像我们海岸，如果是讲扫把的话，会用那个撒西这样子，它变成一个名词了。像我们讲的，我不知道那个男士是怎么讲。所以秀兰姐，你们是扫把是讲阿西是不是？
嘿嘿，对，哦，没有前缀哦，有啦，沙西啦，哎，有啥阿西，对不对？沙西，它变，所以那个，嗯，刚好可以解释一下哈，就是补充说明，像阿西是动词嘛，阿西是动词加了一个沙，就变成名词，好，沙西就变成扫把，好，沙西，好像很多都是这样子，就是动词加一个沙，它会变成名词哦。好，那这边呢，应该是沙西，就是沙西就是扫把，好，所以乌沙阿西古沙比阿西，好，乌沙阿西古沙比阿西，努西杜杜拉旺，好，学生扫教室应该是什么？扫教室的工具是扫把，应该这样翻哈。学生学生扫教室的工具，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要从，其实我们的练习哈，因为我们可能不要重复练习啦。就是我们在做这个6个结构的时候，其实你不应该你不应该看着我的 PPT 写，你应该是看着你的那个架构1、架构2，你可以参考我的架构3，然后去结构你的句子，应该是这样子哦。那个我们设计这个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就是让你可以结构慢慢结构成一个句子这样子。所以我大概可以知道，像秀兰姐，你应该是参考我的，而没有参考你上面写的，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对，好，所以中文翻译应该是，我是阿西古萨比阿西努西杜杜拉旺，应该是学生扫教室的工具是扫把，应该是这样子哈。应该是这样子。好，那个祥威你就慢慢写没关系哈。那我其实速度也不会很快。那我们这个工具焦点啊，我很用力的写。好，OK， 1、2、3、4、5，哎，少了一个，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小薇的哈。哎，你又换了你的字根哦。其实你会一直搞混哦。真的哦。对，因为你最好是固定。你看我的 PPT 的字根，我从那个全部都是用一样的字根。哦。对，所以其实你一直换字根，你会很容易搞混，因为你还要想句子。我没有换字根的目的就是不要去想。OK， 好的。这样的话你会就慢慢会习惯，你就会习惯，就不用再去那个了。因为我们说话本来就不用想嘛，直接讲出来这样。啊，那老师你看我的意思对不？有没有意思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哈，李瑟是拜访嘛，他也是咪型，那他也是动词字根没问题啊，所以去拜访，主动的去拜访米利瑟哦，所以他是字义也没变。好，那你写的是哪一个？你写的是这个吗？受试者焦点吗？我也不晓得哎，老师。那如果说你写玛丽瑟爱就是那个就是受试焦点被拜访的，对，你是写这个，对，你是写这个，可是你刚刚不是已经写完了吗？你只是没订正而已哦。好，玛丽莎爱努信息被老师拜访的。好，读入阿鲁米阿古玛丽莎爱努信息，哎，这一句哈，这一句就会有问题哦，因为就是被老师拜访米利索嘛，被老师你看我从上面哈，米利索是拜访，米利索是主动的拜访嘛哈，那其实我在这个收视点交这边哈没有写主动的，我直接写被动嘛，
所以玛丽你应该写玛丽帅。其实你在做结构的时候，你要想我现在是要干嘛？我现在写受试者焦点嘛，哈，比帅，那被动就是玛丽帅这样子。那个被再还罪哈，玛丽帅就是被拜访的，好，玛丽帅的信息被老师拜访的。那第五个呢？被老师拜访的，他可能是个人、事情，对不对？哦，会不会是那可以个？被人拜访的，应该是什么？不会是家长被家长拜访吗？就人嘛，哎，人或者是再勉强一点，动物好了，拜访动物这个也蛮怪哈，就是人啊，或者是地点嘛。天气的话就不太适合了嘛。堵路阿罗米亚3天，古米利索安努信息，米利索埃努信息，马利索埃努信息，被老师拜访的有3天的3天，那其实在中文的字义上都不是很理想哈，所以其实你就用这个了，堵路啊，我住啊，不要，堵路啊，西都学生嘛，古马利索埃努信息。被老师拜访的有3位学生，这样也可以哈。读录阿米迪利赖学生也可以，或者是秀兰姐的习惯讲的那个西度也可以。读录阿米迪利赖过米利索安马利索安努信息。被老师拜访的有3位学生，或者是被老师拜访的3位学生，这样子哈。这样我这样讲有没有理解啊？有啊，赖心系。对你这个其实已经结束了哈，你继续往这边，对，你有下载这个 PPT 吗？有。然后那你就在工具焦点这边可以练习一下。哦，一样没有关系哦。现在有6个结构哈。对，你好知道这个，然后你找出字根，你就用这个理顺好了。不要等念了。不要换字根了，你就用这个，没有等念是我的嘛。你用等念，你等于就可以照抄了嘛，没有意义。对，你就用理顺，所以你应该是什么？你就照这个模式这样去改，把那个理顺放在中间。好，赖心系。好，那这个不会。那我现在要翻页哦，因为这个讲完了，我现在要翻页。好，我们现在换那个时间焦点哦。一样，我的字根也是登页了，所以也是用咪哈，你登页了是主动的听，然后词组呢，比登页多拉西，这个跟前面的都是一样的哈。好，在后面这边咪 b 哈，比登页了是比登页是什么？动作焦点，比登页多拉西，这个应该还记得。那如果是变成时间呢？中文叫听歌的时间，就比登一兰就加一个后缀按了，比登一兰多拉修。好，这个其实我可以跟这个一起讲，但是我们还不要那么麻烦了，一个一个讲。好，比登一兰多拉修就是听歌的时间哈，比登一兰多拉修。好，我发现已经写好了哈。好，那第5个。比登一兰努信息多拉就加了一个属格哈，努信息，比登一兰努信息多拉就老师听歌的时间。好，句子伊拉菲伊就是深夜哈，半夜伊拉菲伊。那因为半夜这个是时间，所以前面要加一个一哈，这叫是副词吗？格位标记了，时间的格位标记啊。伊拉菲伊古比登伊兰努信息多拉第5，老师听歌的时间是在，所以这个一是在的意思啊，在深夜。伊拉菲伊古比登伊兰努信息多拉第5，老师听歌的时间在深夜。好，我们请吴发来看你的例句，念你的例句。对。能看
미는看， 미는读一个看影片， 비는读一个看影片的时间， 비는娃娃读一个孩子看影片的时间， 이탈리아고 비는娃娃读一个孩子看影片的时间是晚上。好，谢谢吴范，没问题。好，能读一个，비는读一个看影片的时间啊，비는时间或者是地点啊，地点这个后面再讲，下一页啊。비는娃娃读一个孩子看影片的时间。이탈리아也是一样哦，이탈리아 18%要加一个一哈。이탈리아 고 비는娃娃读一个孩子看影片的时间是在晚上，是晚上。好，谢谢吴范。不好意思，我刚刚咳嗽。好，这个时间焦点这边哈，应该也不是很难。那我现在问一下那个祥威哈，你现在目前是在这边吗？还是说上一个？我现在在这边，可是我想说用那个鲁马六，它是咪的吗？ Romatiu 是中缀哦。哦，那是中最好，我再找。对，好，咪型的动词字根哈，所以你要换字根是吗？对呀、不然为什么要换字根？不用换这个呢，就米里顺那个理对啊顺好了。其实你试试看。好啊，对啊，好，我现在开始打。没有关系哈，就是你想想看，然后我等一下再来帮你那个做修正，这样子。啊，老师没关系，你就按照你的那个上课的那个tempo，嘿。好，没关系，因为我在等其他人的例句。哦，对啊，对打。对对。像这个第六个哈，第六个，因为如果你还是使用这个拜访例顺嘛哈，那比利索案就是拜访的时间，比利索案就是拜访的时间。那在前面这个词组这个地方哈，米利索都阿公吗？对也可以，米利索都阿公也可以啊。哦，那一般来说哈，我们不要用阿公好了，因为我们习惯会用米利索及阿公那种，我们会用这个，可我怕会让你困扰，所以你还是换一个东西，你就是换米利索都娃娃。用娃娃就好了，米利索都娃娃。好，对，好，来，谢谢。好，不会。好，我们好，请秀兰姐麻烦一下你的例句。三啊，做，嗯三啊，做，米三啊是做，米三啊读不对，做衣服，比三啊按读不对，做衣服的时间，比三啊按努改印读不对，改印做衣服的时间，一比礼拜样过，比三啊按努改印读不对，改印做衣服的时间是星期日。以上。好，谢谢秀兰姐。好，字根三啊也是咪型的，它是动词哦，所以主动动词米三啊，米三啊。好，米三啊都不对，加了一个受词哦，米三啊都不对，不对是受词，所以前面一个受格叫都，米三啊都不对。好，那
如果是变成做衣服的时间呢，变成时间焦点哈，比三啊按，所以我们要构词这个三啊，就变成咪变 b 哈，后面加按，比三啊按，就是做什么的时间哈。那做什么呢？读服对，做衣服的时间，比三个按读服对，做衣服的时间。那再加一个属个努盖印哈，小姐，比三个按努盖印读服对，小姐做衣服的时间，好改印。有的人名字也叫改印哎，如果这个改印指的是人的话哦，是名字的话，那那个改印的那个 K 大写要大写哦。大写，对对哎对，大写。哎，所以你是人名还是小姐？就是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哈。好，那这一个例句就是以比利巴安古比桑阿安诺盖印度不碎。如果是，所以你这边哈，那个秀兰姐，你看哦，你这边应该要写成小姐，对不对？它嗯不是人名，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是用 nu 嘛，嗯改印哦是普通名词嘛，嗯，所以你才用 nu 啊。如果是改印是个人的话，是人名的话，因为我们确实啊有，改印哦，哎，比上个安妮就变成妮耶，你改印这个，所以这个你改印改印是人哦，名哎，要改所以成你哦。对，或者是你把改印变成小姐，小姐就普通名词，小姐做哦，衣服的时间，所以你看你要改中文还是改那个改母语呢？好，然后我们请那如 Alex，果说改母语的话，就是你改印咯。哎，好，就变成妮啊，不是 nu 啊，嗯，对，哎哎，大写哦。哎，好，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你欧弄杯，你欧弄杯，你欧弄古嘎碎杯木材，比欧弄安读嘎碎杯木材的时间，比欧弄安你不奈读嘎碎不奈杯木材的时间，比何勒诺嘎拉干古比波罗安你不奈读嘎碎不奈杯木材的时间在下午。好，谢谢 Alex。好，Alex 放的字根哈。好，秒弄这个是咪型，没问题。秒弄，好，杯的意思哈。弄，弄的话好像背，好像背跟扛都可以了哈。不过你弄都刚碎，扛木材，背木材，这个也可以了哈。好，没问题。你弄都刚碎，好，那构词哈变成时间，时间的是比欧龙案，就是背的时间哦，扛的时间，扛什么呢？多嘎碎，比欧龙案多嘎碎扛木材的时间，或是背木材的时间哈。这个字哈，背扛，我想一下哈，背跟扛，这个好像在我们的主语里面就是比较没有那，嗯、像我想跟那个 Alex 说一下哈，其实我们讲的那个乌龙哈，乌龙一般的话都是在这边呢，这个也叫杯吗？中文？我看一下，因为在肩膀上吗？对对对，我们讲背在肩膀上嘛，还是扛在肩膀上？哦，我改一下好了，我改一下。对对对，可能还是要在，因为想这个位置一定要对哈，那个乌龙都是在这边哦，好，你乌龙多嘛呢，就是扛都是在这边哦。那杯的话，我一直中文的杯应该是在哪里？
好像在后面，对不对？这个我还是要理解一下哈。好，那后面的话，比如呢，你不耐哈，不耐是人嘛，所以是属格。你不耐度嘎碎，不耐背木材的时间。好，ihrakno 嘎好干，嘎好干是中午。那中午刚结束的那个时间，或者过了呢，嘎好干也可以哈，ihrakno 嘎好干。都是指下午、中午后面的时间啊，中午后面的时间当然就是下午了。个别orang ni punai itu kasui，不耐背或扛木材的时间是在下午。好，我来看一下哈，秀兰姐这边也比bayanku bisa ngani kayak itu，不对，好 ，OK， 没问题。orang扛，ikut no。ركنه لحق干这个像那个像那个以 Hragno 干这个我们再确认，就是还是会有人这样说了，指的是下午。那这个可能要看那个部落的习惯哦。像有的人会讲一锅的讲后面，一锅的no 干就是中午的后面哈，指的就是下午了。有的人会这样说，对。那这个没问题哦，你的这个是没问题。好，好，我们来看那个祥威的哈，8:02，我们先休息好了，不要浪费大家时间，我们休息10分钟哈，8:12再回来，那我们再继续来说明那个祥威的。好，反正好给大家好，我刚刚确认了一下哈，如果是像那个 Alex 讲的那个碑哈，碑在那个蔡宗涵的字典叫古优讲是碑在后面。像那个背包，米古优没有古优，特别古优打古优扇这样子是背篓或者是背包这样。啊，这个叫 room 这样。如果说抱在前面呢，抱小孩就是阿夫夫这样。那如果是那个背小孩呢，背在后面呢，法啊，以法这样子是背在后面哦。所以那个古优跟法，位置上有重叠，不过，夫妇是前面，然后古又是后面，法的话，一般来讲是比较只是对象是人了，对象是人。那如果是东西的话，古又法好像也都可以哦。好，所以这个古又的话跟法位置比较那个都在背后，位置会重叠哦。好，这个是额外的啦。我们先看一下哈，就是刚刚是讲说祥威这边嘛哈。好，祥威的话，星系是。我怎么好像快搞不懂那个一句？你现在是时间焦点这边吗？就对啊。好，我们来看你的哈，应该有6个步骤，对不对？你少一个，所以你是少了。好，我们来看哈，你就看这个 PPT， 那你的字根是李帅是咪型的，没错，因为我们是说用咪型的动词字根嘛，那它也是动词，所以李帅是没问题。那构词的话，米利帅是主动的动词哈，所以在时间焦点这边我们是使用主动的哈。米利帅这是拜访，也是一样拜访的意思。那第3个呢，我们要开始建立这个词组，
词组而已哦，不是句子哦。好，所以你应该写 milisua 杜娃娃，就是拜访小孩。好 milisua 杜娃娃。那因为这个 milisua 哈，你要看那个 PPT 哦，我看看哈 milisua 它是个动词嘛，动词后面有个受格，所以那个受词就是娃娃，你的是娃娃嘛。那个都就是受格哦，受词前面有受格哦 milisua 杜娃娃，所以是拜访小孩。然后第4个呢，你写什么？然后我们要变成那个时间焦点哦，比利苏安，没错啊，比利苏安杜娃娃拜访小孩的时间，你有写对啊？阿赖心系，对对对，那后面这边就错了哈，因为如果你用鸡的话，就变成主格，是不是要用菇啊？菇嘎，努比嘎，我就是用我想说，用些人名是不是用鸡？鸡的话它是主格，主人的主，这个那老师那个鸡我要换什么？因为这边不是用主格，用属格。属哦，格的话，好，嘎嘎哈，嘎嘎一般来说我们会有2个。如果是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可能就用妮啦，比如说安妮嘎嘎。那好像大家比较顺的是用努，那个努就是一般名词、普通名词，像老师啊、医生啊、娃娃啊，或者是普通的校长啊，跟你无关的职业，只要是职业类别都用努。哦，我以对，为鸡是用在地名还有那个人名，可是它是主格，所以主格所以是用 nu 所以才你要用那个 nu 你要用那个什么nu 这个是属格吗？对，就嘎是用努或妮，哦 nu 或 ni 啊，对，你是嘎嘎嘛？好对， nu 好，知道了，谢谢。好，所以你的句子你要写一个时间段，因为你讲的是时间嘛，所以你前面要讲一个时间的一个好，段落这样子，我想一个句任何子，一个时间都可以。好好好那你任何一个时间就要用哦，好在什么时间？那好，哥哥拜访小孩的时间是在何时？这样，中文哦这个就是中文翻译是这样子。哦好好，那我先评，那个各位同学，你们先忙，老师你们先忙，好，谢谢，好嘞。那我刚讲错了哈，这个应该是应该是什么？很想不起来。这个母星系所有格了，不好意思哦。比登兰比利时安母星系，好，那我们来看往下哈，往下这个是哦，好的，好，请秀兰姐念你的例句。好，嘎碎木材，米嘎碎应该是砍柴吗？还砍柴吗？然后米嘎碎也是讲木材啊。然后好，米嘎碎读嘎碎，可以讲砍柴吗？还是剪裁？因为你现在是是讲砍柴类。用名词，我先说一下哈，因为哎，我们说动词嘛，你现在是用名词嘛，嘎碎是名词，那错了。对，那米嘎碎就是砍木材嘛，或者是剪木材剪木也材，可以，对，剪木材。米嘎碎，嗯，米嘎碎都嘎碎，那这样我就用错了。
对你换一个，我再换一个。好我们还是用动词啦，动词字好根哈。好的，好 ，Alex 的好，古又是杯，发，对对对，东西的话，古又是可不可以古又是人呢？好像不行哦。好，你发安，那如果是山猪呢？山猪用古又还是发？其实还有，其实这个有一点哈，就是我们自己也会搞混，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用的都很不精准，像 urun 这个字哈，我现在就跟那个 Alex 讲 urun 啊，urun 如果说你的受力点啊，如果是受力点是在这个尖上的话，其实应该都叫做 urun 受力哦。那可是你到像有一些东西哈，就是像那个背篓，背篓如果它的很受力点是在肩上，其实好像也叫做 urun。对，那所以这个就对我自己也蛮困扰的哈，就是古 use 我们讲说背嘛，那它主要是受力好像是你的背部，对，那背小孩我们都讲你多发就是背小孩，所以其实它的位置跟那个受力的方式都跟古 use 很像。对，所以其实我也解释不出来，但是应该有一个点是可以解释的，我还没想清楚。那所以如果说，所以我刚刚提了一个问题啊，如果是背山猪呢？山猪是东西还是它是有生命的？古 use，不晓得。一般来说，好像过去像我家人以前在山上也有猎到山猪，然后也是用那个背篓，然后他们怎么讲的？我回想一下啊，好像也是用 urun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是用 urun，因为那时候我有听到一句话，就是啊，比是怎么 urun 这样，可是他们是用背篓背那个小山猪，小小的，可是应该是用古 use 对不对？所以我也不晓得，就是可能是习惯性吧。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我们族人自己用词会有点不是很精准，这样子。大概跟你讲一下那个问题了哈，就是大家容易产生的一些问题。不过你知道就好了，不用发用大概的位置这样。好，那我们就往下哈。这个跟刚刚的使用方法其实也都一样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等耶了，你等耶了，你等耶了多大六？比等耶兰多大六？变成听歌的地方了。刚刚是听歌的时间，然后它的这个词缀都一模一样，比等耶兰。所以这个要看那个你当下的处境跟你想要表达的。刚刚是听歌的时间，比等耶兰多大六？那它也是一个处所。比登伊兰多努新西多拉六老师听歌的地方，比如嘛，所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它到底是时间还是地点，要看这个阻隔前面的这个哈，就是是到底是表示时间还是表示地点呢？那你的在翻译里面就可以去决定它到底是处所焦点还是时间焦点这样子。比如嘛，以不送、以格林固都是讲地点，以百货公司、以比迪利山都是地点。好，那这个其实我们就看那个好 Alex 不是 Alex，好，请我发来念。能看
看，读一个看影片，读一个看影片的地方，读一个孩子看影片的地方。读一个孩子看影片的地方在客厅。好，谢谢吴发。因为吴发的字根其实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就直接看那个最后一句那个句子。巴拉方案，它的字根是拉放我们其他的那个学员可以看一下那个讯息栏这边，巴拉方案是一个地点，因为它前面是一那这个巴拉方案它是一个动词它的字根是拉放，就是从那个 PA 的后面然后一直到后面那个 AN 的前面拉放，这个是客人。那巴拉方案就是巴拉放就是接待客人巴拉放就是巴拉放我们一般讲那个巴就是使什么东西，使怎么样这样子使怎么样。那巴拉放就是使人在那边，那拉放是客人嘛，使客人在那边就是巴拉放。那使客人在那边的地方呢，就是巴拉方案。那我们一般讲说，把那个人放在那边的那个地方，我们讲是那个嘛，把客人放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客厅啊。我们讲我们的生活习俗嘛，生活习惯，所以巴拉方案就是自然而然就变成客厅这样子那结构是这样来的你巴拉方案就在客厅过别人那个诺瓦都一个孩子看影片的地方在客厅这样。OK， 谢谢我爸。想问你刚刚有听到我讲的吗？那个巴拉方案这个怎么来的？有就是客人。对，这跟这个你应该知道巴拉放是客人嘛。有。所以巴拉方案就是它是构词，但是它是环缀，前面巴后面案这样的所以套的就对。巴拉方案其实就是使客人在那边的处所，就是地方。那简单讲就是客厅了。巴拉方案这样的。好。那所以你的这个是什么？你的两句这个是什么？是补刚刚少写的，对不对？真的所以我要赶快看。你这个是处所焦点嘛所以你的所以你已经省略了前面这个里岁、米里岁，然后米里岁、杜娃娃，这样对不对？你前面这三句是这样嘛然后呢，所以你的处所焦点应该怎么写？比利索安对不对？比利索安杜娃娃，拜访小孩的地方，比利索安杜娃娃。那第五个呢？比利索安尼嘎嘎杜娃娃，哥哥拜访小孩的地点。用啊嘟娃娃还是嘟娃娃就好？嘟娃娃，因为米利，所以你看，所以你要从那个这边去结构你的那个。有啊，我赶快马上那个。米利说嘟娃娃就是你那个动词嘛，动词后面要有受格嘛，受词，你的受词就是娃娃，所以那个嘟就是受格，就是就是你这个前面动词，所以不用说还有娃娃，就是阿嘟娃娃，所以不用。不一样不一样的。阿嘟是那个这个汉这个的那个汉这个加这个这样子所以不是那个意思。对。好，那老师还可以吗？所以你的最后一句就是因为它是处所嘛。我们现在是地方焦点嘛，一个地方。所以你的 nyara 是一个地点，没错所以 nyara 故
比利索安尼卡卡杜瓦瓦，就是哥哥拜访小孩的地方，或者是讲地点，在部落这样子哦。终于对了哟。对。阿赖情绪。但是你的中文翻译是我刚刚说的那样吗？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去翻译的。没有啊，我说你原本想的中文翻译是我刚说的那样吗？对，是好。嘿，好，好，我再讲一次好，我再讲一次，你这个你的中文翻译是那个哥哥拜访小孩的地点或者是地方在部落。部落对。好，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咖喱搭乘，你咖喱搭乘，米咖喱多法索搭巴士，比咖喱站多法索搭巴士的地方，比咖喱站你不奈多法索不奈搭巴士的地方，以马小小古比咖喱站你不奈多法索不奈搭巴士的地方在成功镇。好，谢谢 Alex。马绍道不是3明里哦，成功镇哦。Alex 你是那边的人吗？我以前在太原当替代役，马绍道是成功镇的3明里，没错，对。我也不确定，我只要问你说是吗？是吗？是啊，因为3明里在成功镇里面啊。所以那他马绍道是3明里，还是指成功？我自己成功的话，那边人都会说行固，对。马绍道是比行固是日本人来之后才叫行固啊，在之前的名字就是马绍道。哦，是，好。那 Alex 的字根呢是咖喱搭是乘车搭乘，或者是好想一下，咖喱就是它有好几种比如说骑，就是我们有那个动作，就是咖喱就是骑上去啊，就是那个人跨坐，咖喱还有一个叫做什么？爬上去，像爬到高处那个动作，也叫咖喱。所以有好几个哈。那我们在讲那个搭乘巴士的那个搭乘，也叫咖喱这样的哈。那它是咪型的没问题，咖喱多巴士搭乘巴士，比咖喱站哈变成一个触手焦点哦，比咖喱站多巴士还是巴士？为什么你用 F？ 是哪一个习惯用语？法硕是那个蔡中海的字典，他是写法硕。法术会不会是笔误啊？因为英文是 bus 对不对 ？B 嘛。对。日文呢？巴士也是 B， 也是 B 嘛。所以照理来说，应该我们要用 P。好，那我改一下。对，其实我们现在其实除非有一些雅群是用法，可是我们尽量，但是我不认为用 V 是对的，因为为什么？中文叫巴士，英文叫 bus， 所以照理来说，我们应该要用 P， 把数应该要那个摩擦，要把那样，应该要这样子，我们应该要去贴近那个原文啊。原来的那个字就是 bus 嘛，英文的，就是原文是英文，因为那个车子是老外做的嘛，不是我们发明的，所以中文就是那个巴士是从英文直翻的嘛，它是巴，所以照理来说我们的注音要用巴，所以
我这里就很不客气了。如果说蔡宗涵写八，那我觉得那个是错的，我应该用八数这样子哈。好，比咖喱占多巴数，搭巴士的地方，比咖喱占你不奈多巴数，好，不奈搭巴士的地方，好，所以讲一个地点的话，就是以马绍绍后面是主个姑，好姑，然后后面是比咖喱占你不奈多巴数，不奈搭巴士的地方在哪里呢？以马绍绍这样子，好，谢谢 Alex。好，那我就往下哦。我们还有几页看一下。哦，没了，处所焦点、时间焦点也没了。那我就继续往下了哈。有那个萨拉玛还没有讲，8:33。是哎，萨拉玛，哦，不好意思，好的，技术队啊，秀兰姐，来，萨拉玛玩，米萨拉玛就是玩，米萨拉玛杜马利玩球，比萨拉玛安杜马利玩球的地方，比萨拉玛安努瓦瓦杜马利小孩玩球的地方。好，巴布达果比萨拉玛安努瓦瓦杜马利小孩玩球的地方在外面少了一个球。好，比如那个萨拉玛是咪形字根没问题哈，所以主动的玩就米萨拉玛，然后玩球呢，米萨拉玛杜马利，然后那它也是词组，因为没有主格哈。然后要变成开始就是处所焦点哦，比萨拉玛岸玩点点点的地方，好，比萨拉玛岸那个点点点呢，就是后面这个杜马利，比萨拉玛岸杜马利就是玩球的地方，那其实这个哈，如果说没有指定的一个地点，那我们都会叫比萨拉玛岸杜马利哈。那如果是篮球场呢？一样的，其实我们也是我讲们没有篮球场。对啊，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去讲啊，就是因为我们要讲篮球场要很精准的话很困难，所以也是用这个方法。比萨拉曼杜马利就是指那个篮球场啊，如果足球也是一样哦，也都一样，足球除非也都一样，对，没有特别的因为讲说什么球。所以我们变成要用后面一直补数了，比如说这样子哈，比如说我问小孩，伊说什么丁尼你在哪里？然后小孩说，比萨拉曼杜马利，马那马利，我就开始问是什么球，玩什么球的地方？哎，马那马利，比萨拉曼杜马那阿马利就是玩什么球的地方？所以后面变成要一直去补充了，我们也只能这样讲，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主语有时候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遇到可是我们也没有，可是我们也没有没有指定的是篮球还是什么足球都没有啊，对，只能够用国语来讲。就可能，我们可能就用那个啦，就是直接翻啊，篮球场喊着，足球场喊，足球赛啊，羽毛球就羽毛球这样子。来，像羽毛球像那个也是一样，那个比如说忠孝东路啊，它就是不用在那个乌拉兰路忠孝，就没有人，可能这样都不适合哦，因为那个我们就直接把那条路变成一个专有名词，那个忠孝东路呢，直接就讲它忠孝东路，哎，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方式了。好，这个是额外的了哈。好，那对了，好，大概是这样子哈。那我就往下了哈。现在讲那个名词
焦点名词哈，妈型的哈，也是一样哦。我们前面是焦点什么？是名词哦。那现在是用妈型的动词字根。好，我就很快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人物焦点、主事者焦点哦。好，我现在换了那个字根哈，因为它是换妈型了嘛。我们从上一周一直到今天这一周都是用咪型，对不对？我们现在换妈型的。好，那个祥威赶快找妈型的哈，动词字根哦，妈型的。那我这里呢 ，PPT 用打扰就是害怕，那它是妈型的，所以构词的话，妈打扰就是一样是害怕的意思哈。马打扰就那个主动动词马打扰，害怕。好，好，找，赶快找哦妈型了哈。好，动词哦，好。好，那词组呢？马达劳多高瓦斯，它也是一样哈，就是有一个受词，前面一个受格，马达劳多高瓦斯怕什么东西的哈？高瓦斯就是鬼，这个就或者是如果是基督徒，可能会讲怕神，因为我们那个鬼跟神是同一个字嘛，高瓦斯。都是指那个看不见的这样子哈。诶，显系不是那个有分那个大写就是神嘛，小写的话就是鬼是吗？那个对，圣经是写大写，是这样去可分，是说话呢，说话分不出大写小写啊，也所以那是哈，个还是，所以一般来说，像我们都是讲，因为看不见的嘛。那我们过去因为很有形的，我们的族人对于那个鬼或神还有祖灵之类的，其实嗯怎么讲？比较没有那个，都尤其是神跟鬼啦，都是用 gawas，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有了圣经是直接就那个讲那个阿棒就是王，知道吗？用圣经的那个方式，是指的就是在天上的这样，或者是讲那个瓦妈，爸爸是妈妈嘛，那如果讲上帝的话，就是瓦妈天父这样子，W 的瓦妈这样。了解，对对对。好嘞，不过那个 gawas 还是有人还是会讲神啊，gawas 这样。好，因为我也是在教会长大，所以我我我我一直认为他是神啊，不会觉得他是鬼。那我们部落讲鬼哦，讲鬼是讲那个阿姑妈这样，有个阿姑妈，然后你有鬼这样。那这个好像是外来语，我也不晓得。好，我们就往下哈。达劳的高瓦斯怕鬼，那主事者焦点呢也是一样，马达拉外也是就是跟前面一样哈。其实这跟那个咪型是一样的哈。马达拉外米纳努麦喝水的人，马达拉外是怕的人，怕什么呢？高瓦斯马达拉外都高瓦斯怕鬼的人。句子乌尼阿瓦瓦过马达拉外都高瓦斯乌尼乌拉乌亚哈，这个还记得吗？乌尼这里。乌拉那个，或是那位，或是那里。乌亚呢是看不见的那个，好，乌尼亚娃娃就这位小孩，或者是这个小孩，这位小孩。古马达拉维杜高瓦斯，怕鬼的人是这位小孩。乌尼亚娃娃古马达拉维杜高瓦斯，好，也是一样哈，五个结构的方式哈。那我不知道那个祥威搞定了吗？慢慢来哦，不要急。妈型的动词，哈，妈型的动词
乌拉算吗？马乌拉啊，是啊，是哈，我正在打，等一下。好，各位先忙，我也忙一下。那无辣我们讲是喜欢或者是爱，那它这个无辣，像妈型的哈，妈型的有时候它的那个字根哈会，还有像中缀的有几个啦，它是有时候它是可以变成名词或是动词，像我之前有讲过，像我们跑步嘛，跑步的那个字根叫乞丐嘛，乞丐是跑，对不对？可是它如果是当名词呢，就变成跑的那个姿势，叫反扎古乞丐是这样，就是你跑的那个姿势很美，这样子。反扎古乞丐是你跑的姿势很好，所以它变成名词了哦。那这个无辣也是一样的意思哦，讲那个他的那个爱意啊，他所表现的那个爱意啊，所以它有时候会是名词跟或是动词这样。那贤系那个人物主事者，就是里面一定要有个对象就对了，就是有个人物是吗？就是有不个一定啊，道吗？不管你可以，你说在哪里？在在这个什么，第就是四个吗？怕鬼啊，还是怕人那一个？不一定是人啊，你可以，你的字根是乌拉嘛，马乌对拉，马乌对，拉多啊住啊，你也可以喜欢狗啊，哦，好好好，我对，有灵感了。对，所以你要有个，应该你要讲说要有个受词，对，马乌拉多，爸也可以啊，喜欢好的，酒啊，对好，啊。那我们请乌发，那请乌发来念你的例句。Irul 想念，Mairul 想念，Mairul tu Wisang 想念朋友，Mairulai tu Wisang 想念朋友的人，Ucinta ku Mairulai tu Wisang 想念朋友的人是他。好，谢谢吴范。好像那个像我们群里面哦，就是像秀兰姐的话，她的发音是 OK 的。那但是在理解这个语法结构的话，是 Ofat 跟那个 Alex 是没什么问题哦。所以我想说，你们要不要就是，因为我们每次会叫你们念嘛，那你们尽量就是把那个什么，把那个我们主语的那个韵味啊、韵味儿啊，把它念出来，这样。不然的话，我们其实上这个课就蛮可惜的哈。就是把那个，因为我们学主语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讲，对不对？一定是讲嘛，不可能是写文章而已哈。所以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讲对话。所以如果说我们讲的很准、好听啊，很准哦，标准、好听，或者是有味道，这三个至少做到两个嘛哈。标准或者说有韵味这样，那个韵味可能跟我们雅群的那个会有差别了。那我讲的大概就是属于海岸的，我的口音哦，我的口音是属于应该是海岸的啦。好，所以如果说无法的这个字根的话，就叫一路了，没有一路了，有我的这边收应该是可以蛮清楚的，一路了，这样买一路了，哦，想念路了。所以那个后面的 L 还要一路了，还是要路了，有路了，一路了。哎，我不会讲哎，但是我不知道你可以听得出来吗？像你刚刚可以啊，一路了，后面有那个，有稍微还要再点一下，这样一路了，买一路了，好，买一路了都为什么？买一路了都为什么？
买如来好，就是想什么东西的人哈，想念什么东西的人，买如来都蛮读一浪哈，买如来读一浪就是想念朋友的人。好，乌金拉古买如来读一浪，用乌吗？好，我们来看看哈，这个还记得吗？我看一下这次的 PPT 有没有？哦，没有，这一次的 PPT 没有。还记得我们那个四大名词的那个吗？看一下四大名词的不是句法，那个什么，有4个嘛，就是乌，好，乌马安古尼有没有？乌瓦祖古尼，就是四大名词句型啊，好，想起来了，4个名词句型，乌瓦祖古尼啊，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以鲁马吉嘎造，以不送及麻药哈，还有一个鸡或渣嘛，鸡是单数，渣是复数这样。那另外一个是直接数字的，数字的我们刚刚都写啊，读录啊，我住读录不单招这样哈，类似这样的哈。那这边像那个我发这边的，想念朋友的人是他哈。如果用乌金拉古买如来读一上，这样可以吗？好像可以哈。不过像我可能会习惯，因为像那个金拉哈，金拉，它其实金拉或是金拉，它其实里面已经有格位标记了，所以我可能会建议哦，那个乌就不要了。金拉古买如来读一上，这样子哦，金拉古买如来读一上，想念朋友的是他，这样。好，这是我的建议了哈。好，那我们继续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法那知道，马法那知道，马法那读里西努尼亚洛知道部落的历史，马法那爱读里西努尼亚洛知道部落历史的人，乌尼亚马杜阿塞古马法那爱读里西努尼亚洛知道部落历史的人是这位老人。好，谢谢 Alex。好 ，Alex 的字根是法那知道哈，妈型的，所以变成主动动词就是马法那知道，意思没有变哦。法那马法那，好，马法那都里西努尼亚洛，好。所以这个 Likishi Nuniara 这个 Nuniara 这个就是所有格嘛，部落的历史嘛 Likishi Nuniara， 所以这个 Nu 格位标记是所有格。好，Fana Do 这个是什么？都是受格，所以那个 Likishi Nuniara 就是受词嘛。好，第4个 Mafana Ai 好。就是知道什么什么的人啊，知道的点点点人，麻烦哪一个man，都里基西努尼亚啊，知道部落历史的人，好，ini amat tu asai，uni amat tu asai，这位老人哦，tu asai 这个也是这个构词哈，字根是 tu as， 那构成嘛 tu asai 就是嘛 tu as 就是嘛 tu as 就是要长大。后面加 ay 就是长大的人，所以就是老人啊。多阿塞，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那如果说我们硬要去拆分这个嘛，多阿塞啊，就是嘛多阿斯嘛是长大，加 ay 就长大的人嘛多阿塞啊，但是它已经变成一个专有，就是嘛多指的就是老人这样。好，
这位老人呢，无念么大塞，你们个我们翻那爱独立给信用鸟了，这样子是知道部落历史的人是这位老人，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子哈。那还有吗？我们还剩下5分钟，应该不要急了，我们还是等那个秀兰姐跟那个祥威哈。你们有在写吗？如果没有，我就往下走啊。好，没关系，5分钟我就把这个最后一页。老师等一下，好，老师等一下哈。OK。那个没有关系哈，像秀兰姐跟那个祥威，你们慢慢写。我先把这个，因为也最后一页了，就把它讲掉。刚刚是这个人物主事者焦点嘛，我们现在看动作焦点哦。好，那使用动名词的概念思考，这个我先不解释，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构哈。好，字根是达瓦，也是妈型的。好，那变成主动，变成动词就是马达瓦一样啊。那马达瓦读达物就是别人笑别人哦，马达瓦读达物。那动作呢？嘎达瓦啊，嘎达瓦读达物。好，这个还记得吗？如果是咪型的话，我们要变成动作焦点，就是比如说米拿弄咪型的话，米拿弄，如果变成动作焦点，就是比拿弄，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动作。那这边也是这样，所以是咪比玛嘎哈，对吗？马达瓦的刀，如果变成动作焦点，就是嘎达瓦的刀，就是笑别人哦，变成一个动作。所以这个你们还是需要去参考前面的哦。好，那句子呢？我的，好，的第一害，这个是讲的的第一害就是不好的啊，什么是事情哦，所以这个我们要一起看，的第一害啊，什么就是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讲说是行为了，如果是讲行为的话，可能我这边可能要改一下哈，可能我改中文就好了，不好的事情这样子，因为行为有一个比南岸这样子，所以我改成中文就好了，改中文，笑别人是不好的事情哦。我打的还啊什么个嘎达瓦都刀，好，重点是这个动作焦点哈。妈变嘎就变成一个动作焦点哦，就是笑别人的意思哦，不是用逼哦，嘎达瓦的刀，所以这个咪逼妈嘎这个要记清楚哦。我打的还啊什么个嘎达瓦都刀，就是笑别人、取笑别人是不好的事，这样子哈。好，如果来得及就写哈，来不及就不用，因为我怕时间。我终于生出来了。好，那我们这样子哈，就是这一页就不用练习了哈，我们就看看那个祥威的这个，好，它的字根是乌拉，喜欢马群马乌拉，好，马乌拉都形序，好，喜欢老师，所以那个形序是受词的，马乌拉的形序。马乌拉还都兴趣就是喜欢什么的人哈，那我们不高了，哈尼拉马乌拉还都蛮都兴趣哈，喜欢老师的人。好，那句子呢？介绍嘛，马乌拉都兴趣好，所以少了一个字哈，是什么？老师少了一个哭啊。所以你这边是介绍嘛，是这边的后面要加个姑就对了。我嘛我啦还读信息，对，所以你的中文翻译就是喜欢老师的人是扫码这样子。哦，所以那个名字后面要加个姑哦。还介绍嘛，马上我啦还读信息，这样子哈。
好，马上订正。那你的这个妈这边哈，妈要变小写哦，好，好，大概是这样子哈。那好，我们继续看那个秀兰姐的哈，我们请秀兰姐念哈，请大概2分钟生气，马格德尔生气，马格德尔赌杂拜，朋友生气，马格德莱赌杂拜，对朋友生气，乌苏尔古马格德莱赌杂拜，说的话。